清唱。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Sam 林小康。大家好，我係阿 Nick 任力豪。大家好，我係梅盡情 Alvin。大家好，我係孔君慧 Natalie。好開心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邀請，嚟到黑沙環公園呢一度為大家表演。一鋪清唱係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合唱劇團，自成立以嚟，一鋪清唱都有創作過好多唔同嘅劇場作品。而今日我哋會為大家帶嚟一個充滿香港特色同埋情懷嘅維多利亞港。今次參與第37屆澳門國際音樂節，除咗有我哋幾位喺呢度為大家演出之外，剛剛過去嗰幾個星期，我哋都喺度做咗一個4節嘅無伴奏合唱工作坊，參與者一陣間仲會同我哋一齊演出添㗎。所以女士們、先生們、女士們、先生們，喂，招呼係要打，但呢句咧就比較論盡啦。又有幾論盡啊？坐得喺度、企得喺度嘅，不論男女，都係觀眾來賓。喺呢個場合講身份就得啦，何必要翻譯英文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們、先生們，夾硬將性別區分呢？各位來賓，多多指教。維多利亞港金風送爽，喺呢個舊時叫維多利亞城嘅地方，歲月流情足夠我哋一一尋訪。雅言我哋會講，俗調更加奔放。但係講時講，我哋今雲係粵語演出。據聞不少古文痕跡都保留咗喺粵語入面嘅噃。街頭巷尾日講夜講，真係維多利亞港。雅正個雅斯文得當。但係講到斯文咯首先要開講第一堂送禮，亦即係手信，普通話叫伴手禮。香港曾經有個綜藝節目叫做《歡樂今宵》，裏面有個節目主持，佢個名叫做何守信，佢由講波講摔角講到變咗做金牌司儀。歡樂今宵逢禮拜一到禮拜五每晚都有得睇。電視入面嗰個何守信，我見佢仲多過見我老豆啊！佢簡直就係我嘅好朋友。晚晚見住佢背影，偉岸如高牆，正氣嘅守信仰，代表香港人形象，世界變亦有信心，好多正面能量。年齡漸長，我哋要出去見下世面，去外國升學，參加啲國際會議。啲外國人好中意搞埋嗰啲文化之夜 cultural night 嗰啲咁嘅嘢，即係每人都要做啲嘢，表演啲嘢嚟代表自己嘅地方。即係咧，你去到人哋屋企都唔可以兩手空空，都要帶啲土產啊、手信啊嗰啲咁嘅俾人。但係去到呢個時候咧，我真係企咗喺度。當我睇住啲日本人喺度扮藝伎，印度人喺度示範瑜伽，咁我就喺度問啦：香港有何守信啊？唔通我真係扮嗰個何守信講摔角咩？但係摔角係美國嘢嚟嘅喎。最後我決定跳土風舞，不過跳法有陣似秘撈東歐嘅紋路，去到呢場外國佬吃力而虛無，你叫我點算好？亦彷彿走投無路，唱戲唱粵語只怕個個會悶到着草。香港有乜嘢振奮像咖啡？何守信魅力係掂過碌蔗，可會係麻雀書劍茶幾太極茅山中日語湯蛇？問下啫，香港有乜嘢夠襟像殺嘅？何守信有衝視野，呢一種好嘢重塑我身份，完全冇扮嘢。
有旅遊網站列出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係美國人嚟香港必買嘅手信喎。香港真係唔只有何手信，仲真係有手信嘅喎。嗰啲 items 我哋自己都冇諗過，原來可以買俾人送俾人當做手信㗎。強國戰攰要放鬆，虎標冇難度。再有餸飯下菜絲，美味如仙號。李宗盛、布濟丸、富家橋到琵琶路，個個買手信也好，揾超市代勞。以往我哋會當草，兼顧到人哋。送兩個面佢當寶，搭豉油薑醋。雕刻菜坦白真，落街口執齊全部靚幾咁就腳揾到，送到國外也讚好。香港有乜嘢振奮像咖啡？何手信美麗係掂過碌蔗。假設係麻雀書劍茶幾太極，茅山中藥與湯蛇。問下啫，香港有乜嘢夠近像殺雞？何手信有充滿視野，邊一種好嘢重塑我身份，完全冇扮嘢。從前我問香港有何手信，我嘅答案就只得何手信。但係而家我嘅答案可以有白花油、合味道 XO 醬海鮮味杯麵、XO 醬海鮮味出前一丁、魚人參湯包、Lipton 奶茶，仲有黑人全亮白牙膏。香港真係有手信㗎，仲要唔止去手信鋪，唔使喺專門店都可以買到。香港有好嘢，振奮像咖啡，何手信美麗係掂過碌蔗。可以係麻雀書劍茶幾太極，茅山中藥與湯蛇。問下啫，香港有乜嘢夠近像殺雞？何手信有開拓視野，好多種好嘢承載我身份，為何要扮嘢？子曰：理人為美，意思即係話揀啲風俗人口嘅地方嚟居住，咁就 very good 啦。古人個人，行人個人，仁義禮智信個人啊！義人就為之人，將個人字打棟企，加個義字。人就即係處理兩個人之間嘅事。風俗人口嘅地方，人人都會彼此關心，互相問候。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紹，理人就理人，唔理就冇人，親朋戚友關係網絡計算機。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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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係搶答題，阿雲阿英係兩姊妹，阿雲係家姐，阿英係細妹，阿雲嫁咗俾阿強，阿強即係阿雲個妹，阿英嘅乜水呢？ brother-in-law， 請以中文回答。姐夫咯。錯，係姐夫冇咯。咁啊，強過阿爸應該係阿雲個妹阿英嘅邊位呢？ uncle， 請以中文回答。殷世伯。咁調翻轉啦，阿雲個阿爸係阿強嘅貴親呢 father-in-law，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in Cantonese。岳父咯。唔係岳父冇咯。 Next， 阿雲個阿爸個阿哥係阿強嘅貴親呢？uncle。正確嘅答案。舊時社會好重視親戚，一家顯貴，一族蒙恩，親戚念舊可以彼此關照。有好有唔好啦。若然有啲親戚唔生性，你又唔能夠擺脱，咁就真係累鬥累啦。今時今日鄉里鄰舍關係相對疏離，親戚關係都變得冇咁緊密。真係應咗一句舊時廣東俗語：一代親，兩代表，三代最渺渺。有冇咁慘啊？一場親戚又冇搞到咁生愛。其實親戚嘅嘢，大家好嚟好去，和和氣氣，無傷大雅。有幾親幾疏，又有乜關係呢？最後一條問題，
阿雲嫁咗俾阿強，咁阿雲個妹應該點樣稱呼阿強個老婆、個老豆、個細佬、個老婆呢？可唔可以俾啲時間我哋查一查啊？ Hi Auntie 啊，唔係阿嬸，我係你侄女啊。心與茶，心與茶，心與茶唔茶就假。阿嬸請你飲茶，有乜關照問候大家。佢話送你鮮字畫，上款小雲侄女雅，全題字可觀大雅。阿嬸佢叫我苦靜，我起咁班門弄斧，事關佢自係專家。咁就講句多謝阿嬸阿想，侄女愧不敢當啊。阿嬸一番濃情雅意，侄女不才焉能塗鴉。阿嬸飲多啖茶，應該雅興尚未淡化，答多句。阿嬸你嘅眼亮一若光鹹，對我眼愛亦是有加。難得送我一幅字畫，俾我喺屋企掛一掛。我定會盡快通曉，亦必會及早弄明。等我嘅造藝極美是能演化。阿嬸再下多啖茶，點心食晒㗎啦，終於埋單，剛剛600分毫不差。臨別之際，阿嬸話有時間就飛過去探我啦，我搬咗去溫哥華。人類為咗紀念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就會起一嚿嘢，或者起一座嘢，又或者經年累月之後，大家發現剩低一嚿嘢，或者某一座嘢。而對某啲人嚟講，可能係有啲嘢，然後嗰一嚿嘢或者嗰一座嘢就會留咗喺度，唔喐、唔搬、唔拆，最後永得梅艷倫芳。敦威廉年李小龍、麥當勞查良愛印度域多利受生果奧比胡利志明、詩沙楊衢雲。人，仲有好多人，佢哋都曾經喺呢個亞熱帶港口寫出佢哋喺人生入面傳奇嘅一頁。上環下環大頭綠衣三教九流，將裏見客相離埋手的人及好友，身處東亞開放的缺口，福音誰領受？水漲水退上流，地貓不歇時暗流。俗人所道路長路短，孫中山刺在門後。怒風
學時間秘有歷史的黑手，風吹過立身破舊，曾經擁有也失手，變埋後收購，專心懷舊。孫中山先生曾經喺中西區留低咗唔少腳毛。必列者士街2號，美國公理會舊址，孫中山喺嗰度領洗嘅都拆咗咯，東基邊街嘅拔萃書室，搬咗咯，咁中央書院呢？唔喺度啦。佢讀書嗰間西醫書院，而家都唔知變咗咩嚟。歌賦街24號，以前係楊耀記建築行，而家飄住九記牛腩嘅香味。史丹頓街13號，田亨行，一個好重要嘅基地，而家仲有邊個記得起？史丹利街24號，陸羽茶室貴到飛起，仲有邊個茶客飲得出當年嘅滋味？即使係出過偉人，你都未必醒起，醒起嘅又未必銘記。九龍城嘅宋皇台只係一塊石碑，侯王廟仲有冇參拜嘅鄉里？曹公壇幾時談到邊個係曹公？城門水塘已經冇咗個城門。尖沙咀中立以前黐住條九廣鐵路，而家只有海風陪住兩支時針，翩翩起舞。唯一不變嘅大概就係、唯一不變的大概就是維港的波濤。大家好，我哋係一鋪清唱。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Sam 劉少康。大家好，我係阿力任力好。大家好，我係梅俊晴 Alvin。大家好，我係孔君慧 Natalie。好開心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邀請，繼續嚟到黑沙環公園呢一度為大家表演。一鋪清唱一直都係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合唱劇團，自成立以嚟，一鋪清唱都有創作過好多唔同嘅劇場作品。而今日我哋仍然會為大家帶嚟一個充滿香港特色同埋情懷嘅維多利亞港。今次參與第37屆澳門國際音樂節，除咗有我哋幾位喺度為大家演出之外呢，喺過去嗰幾個星期，我哋都喺度做咗一次4節嘅無伴奏合唱工作坊。參加者一陣間仲會同我哋一齊演出添㗎，大家都一齊試下玩下咯喎。所以各位來賓多多指教。
無伴奏合唱 a cappella 係一種源於中世紀教堂合唱音樂嘅表演形式。呢種表演形式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全人聲演奏，冇樂器伴奏。無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多數由男聲同女聲合唱，當中4大元素包括低音、人聲敲擊、和音同埋最後最突出、最重要嘅主音。香港有乜嘢振奮像咖啡？何手信魅力係點講啫？可以係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曲社。問下阿姐，香港有乜嘢夠近像十嘅？何手信有咩充滿視野？邊一種好嘢重塑我身份，完全冇扮嘢。啱啱我哋就送咗好多首歌俾大家啦，嚟緊你哋一齊開聲試下玩啦喎！我會教大家人聲敲擊嘅，人聲敲擊聽到我啱啱做啦，就係扮緊一啲鼓聲啦。但係鼓聲咁多 part 喎，扮啲咩好呢？最基本我哋扮3個音嘅啫。第一個呢個叫大鼓，唔使咁心急啊，知你好心急做嘅。好，大鼓有2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讀個 swimming pool 個 pool， 預備起，係啦，可以大力少少讀個 pool， 預備起，非常好。第2個步驟咧就係搣走個 u 音，淨係要個嘅啫。預備開始。可以大聲少少喎，預備再嚟1、2起，啱啦！我哋記住呢個感覺啊，呢個叫 bass drum 大鼓。第2個 high hat， 佢都係有2個步驟嘅。第一個 T T T， 我哋搣走個 E 音啊嚇 ，E 唔發出嘅，淨係 T T T 嘅啫。預備起。呢個好簡單，聽到1次就做到啦。咁第3個音咯喎，記住啱啱嗰2個音啊。第3個 snare drum 小鼓，好，都係2個步驟。第一個卡卡卡，好，係啦，就冇咗個 R 音啦。呢個我哋試下再大聲少少啊！預備開始。係啦，咁呢3個音咧夾埋一齊就已經可以變化出好多種 pattern 㗎啦，好多種節奏。我哋教3個啦，預備聽住我啊，係啦。好，第2個咯喎嚇，快少少啦，預備。有音樂天分嘅，好，咁第3個啦，挑戰性大少少啦。哇，咁犀利啊！咁我哋連續3個㗎咯噃。好，我舉邊隻手指，咁你哋就 beat 嗰個 pattern 啊嚇。好，預備1、2，第1個。非常好，俾掌聲大家先。好，嚟緊我哋會加埋啲音樂一齊俾大家玩嘅。好，又係睇手指啦。第2個，第3個。好，非常好啊！我哋加埋個主音睇下有咩感覺
先，呢個大少少啦。好，嚟緊我唔會幫大家噶啦，淨係你哋去做，我就負責聽，你哋出聲咯喎。好，我哋幾個一齊合唱啦，預備睇手啊！香港有乜嘢就品嚐咖啡，何手信魅力係點個綠姐？可會係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偷蛇？問下阿姐，香港有乜嘢夠近盡殺嘅？何手信有咩開創視野？好多種好嘢承載我身份，為何要扮嘢？由淺入深，由淺入深，一講到個淺字，就代表信心。揾識呢兩個字，正正代表動人。由淺入深，淺啊淺啊淺，由淺入深，淺啊淺啊淺，由淺生活是溫馨，為錢可以做足100分。講錢失感情，攞個折頭為貪心。蘋果些少都過癮，何必我又唔甘心？蜘蛛變教好襟恨，好似蜘蛛女之吻，問完你就要犧牲。犧牲俾嗰個財神，同財神講句。求神，求神，誠心嘅佛求神，求師星暗號傳聞。揾得多我夠少，求不到金字叫魔鬼。做老闆都唔過癮，揾埋肉嚟交租，生意少啲都唔夠做。做伙計打工都係同一名，傾下大堂都係禮物。做咗咁耐人，學識潮在手，帶住成個人，實現創造不可能的可能。中廁所都俾人夜晚開咗馬桶瞓，同人嗌過有錢分起，人哋轉分多份，餐廳食飯時間花多轉到好應份，黑故事俾你查問，但永遠揾唔到嘅戚先生。因為冇錢揾，大有大呃，小有小氹。唔通真係由淺入深，淺啊淺啊淺，由淺入深，淺啊淺啊淺，已經忘記。點樣做返個正常人？各位觀眾，但願人頭馬贊助，千里共善，捐精水，慈善晚宴，現在正式開始。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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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獻助人，捐獻助人，心向善良，心不必打到吞。有你全愛心，關照別人，關照別人，不要問回報，付出博加分。要奉獻獻出真關心，心中有妙運，能輔助老弱與長幼，在世上愛心相扣，西裝骨骨都接奏，手挽手，在這天地裏響應大愛，仿如人間合奏，非義亦人，只要助人，心向善良，心不必打到吞。快快來獻
山林落沉，海嘯斷層，不要問誰最值得你關心。有熱暖暖到多窩心，春風過樹蔭，人行善哪用去深究？就算係救狗都救，做善事會自然看得通透，善良就夠，眼淚會自然有，世界像有你先有救。有了你熱心捐獻，令異國變得齊全。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去拓展大宏遠，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這天，細路哥先可過年。其實金額不要説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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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有其讓你睇見。好戲做完，好戲做完，先發現創新公司是暗戰。鬥智或鬥謙，巴結上層欺壓下層，心裡面盤算什麼要遮掩，算盡個價位跟風險，低端要下線，然而是帶着那冠冕，但你亦有些真驗，為善事你自然再三捐獻，贖完又再繼續每日盤算，世界問你有否蛻變，又有了你熱心捐獻，令異國變得齊全。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去拓展大宏遠，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這天，細路哥先可過年。其實金額不要説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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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有其讓個個睇見。有了你熱心捐獻，令路線有得發展，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再有苦難浮現，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這天，你內心先可回暖。其實真話不要説穿，説穿，説穿，再三説穿，説穿，説穿。We are the world。我信明天會更好，那這歌聲才願聽。究竟啲錢去咗邊？放心，我會幫你袋住先。多謝以下善長人工，黎慕娟女士5000萬，竇一線小姐300蚊，知其小朋友100蚊，越經越南貿易公司5萬蚊，真銅錢包皮具禮券全體職工50萬，仲有寶德茶餐廳1000萬啊！多謝晒。We are the world， 我信明天會更好。或者歌聲，齊捐獻，捐完，究竟啲錢去咗邊 Jesus Christ，Jesus Christ。全賴各位捐獻，袋住先。獅子山係香港著名嘅山峰，位於九龍黃大仙區同新界之間，為九龍群山之一。相傳九龍過去有9條龍為灣，所以上天就派咗一隻獅子下凡鎮壓。被收拾嘅8條龍就化身為8仙嶺，剩低嗰條則被呢隻獅子山用腳壓住，被壓嘅嗰條龍就係九龍山。古老嘅傳說，守住古老嘅山峰。正所謂人生70古來稀，以前嘅社會，老被視為智慧及經驗。喺稱呼前面加個老字，就代表身份同地位，好似老師、老太爺咁。叫得你老前輩、老行尊，即係你夠晒資格，經驗老道。
但係今時今日，竟然人人怕老，個個都爭做小鮮肉，都要 up to date。甚至連呢個城市都怕老到好驚俾人話 out。點解嘅？人生總有歡喜，總有樂趣，有繽紛點綴，難免都有淚人，都有就去就來的苦水。紅洲跟你幸運遇上，共處喜愛時常相對，風上飛花，仍然共醉笑面相隨，誰又要唏噓？手經我崎嶇曲折，直至有一天安居。何以當有旁人比較，就會換來諸多憂慮。如果想到舊日共你合唱過的詩山金句，我有道行，共着十面千錘，茫茫透失敗錯對。最怕活到眼開水，不見我心望獅山掛着淚，回頭就快幾多歲，想留低，盼望風光不會衰。年紀好似一種魔咒，讓你變得好唏噓。時間怎會沒有憶記，沒有舊時的積聚。人生竟會逐個後退，就似見到獅山粉碎，無權惡淚，原來現實自定陰隨，時代轉完就老去。最怕活到眼光低垂，不認老亦會心虛，或者你在此刻牽掛時光，怎去追，怎去追？望獅山掛着淚，回頭就快幾多歲，想留低，盼望風光不會衰。評級可有拉出心裏未有過的新恐懼？評價輕重又會使你沒法自強當先驅。如果一切實務實當實際已消心裏，整個獅山行程默默對着枯攰，前路未想在哪裏哪裏。香港人千秋。Ba
可會係哥哥張徹姚偉偉連同金寶李志星爺，仲有阿姐，今天你心裏會記住那些同喐過沙爹充滿視野，獅子山講嘢，時間裏牽扯，情懷要共嘢。哪個會令你感傷？幾多個圖像？哪個再沒法記得跌入零丁洋？驗過了風雨霜，釀得出一條淫藥。喝到最後有線槍，春風吻在眉梢。志向要做蓋世寶，溝出馬蹄路。馬浚偉定馬少英，李浩林姜濤，戴志偉、蘇志威，萬千星輝住圍路。泄氣要學薛家燕，有志氣未怕跌倒。香港有乜嘢就分像咖啡，我手信美麗係掂過碌蔗。我無論係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湯蛇，問下阿姐，香港有乜嘢夠近像殺劇？我手信有咩充滿視野？邊一種好嘢重塑我身份，完全冇扮嘢。我會同你交談，琴起多句甜品，應或怎相射？問下阿姐，應該有啲嘢夠近像殺劇。我手信有咩充滿視野？邊一種好嘢，用我作書寫，情懷冇扮嘢。請大家俾多次再熱烈啲嘅掌聲俾我哋無伴奏合唱工作坊嘅咁多位，亦都好多謝大家咧喺呢一度陪伴咗我哋咁耐去欣賞我哋嘅表演。維多利亞港係一鋪清唱2018年嘅無伴奏合唱劇場作品，當時嘅首演呢，就係香港大館嘅開幕節目之一嚟嘅。係我哋一鋪清唱聯合藝術總監伍卓賢先生作曲編曲啦，同埋有著名嘅填詞人岑偉忠先生嘅編劇同埋作詞嘅。當中每一句嘅旋律同埋每一段嘅章節，都正正好似一封封我哋香港嘅家書一樣，見證住我哋香港嘅變遷，亦都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對我哋嘅屋企嘅愛。今次將呢個作品帶到嚟澳門，亦都好希望引發到大家去對自己嘅地方有一個更深刻嘅感受，一齊同熱愛這片土地。如果大家想了解我哋多啲嘅話咧，非常歡迎大家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Instagram、小紅書同埋 YouTube 頻道度搜尋一鋪清唱一鋪 Singers 嘅，嗰度咧會有我哋最新嘅資訊。呢個亦都係我哋最後一場演出，好多謝各位嘅細心觀賞，希望大家中意啦。最後送多份小禮物俾大家。是說真理，皆我言也開口恭敬，那言者那正之言，心存正氣以禮相待，可以溝通。話語優雅，寒暄初遇過客同旋動，溫文爾雅，相敬相逢而不失驕縱。